壯志凌雲，俠氣沖天。膽似鐵打，骨似精鋼，胸襟百千丈，眼光萬里長。誓奮發自強，做好漢，做個好漢子，每天要自強，熱血男子，熱誠紅日光。哎呀！大哥冇事啊！邊個踢我？邊個踢我？黃師傅，你哋開武館嘅時候偷偷地搞埋啲地方鄉堂，喺民間割據地盤，藐視法紀，護職私怨，而家仇家揾上門。提督大人，開武館唔等於搞鄉堂。如果衙門認為習武練身係犯法嘅話，咁我哋祖先留落嚟嘅國術，從此就會失傳。到時漢俾你打我哋用咩嚟反抗？唔好再叫我洋鬼子，中國鬼！我警告你，唔好再搞事，唔係我就叫衙門捉你。中國鬼，再見！而家時代唔同噶啦，唐山呢度都同外國一樣，越嚟越文明，可能將來越嚟越多人着西裝咧。你講得啱，而家洋人嘅槍炮同埋戰船都入晒嚟，樣樣嘢都喺度變緊。咁變法，我哋變成點都唔知。你嗰份禮物，我心領啊，你都係收翻。練武之人，婆婆媽媽。